题是为什么我来到 Burnaby 长老教会？啊，为什么我来到咱这间教会？我来加拿大5年多，在还没有来加拿大之前的话，我当然也会先到 Google 去搜寻一下，看看教会在哪里。但是我记得我搜寻的结果，我对 Burnaby 长老教会说实在的没有很特别的印象。那我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是先住王牧师家，牧师娘那时候回来加拿大探望孩子，所以他带我来这个教会，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。那后来我们就是想说，要住下来的话，住下来，家人就想一直租房子也不是办法了，那就开始去找房子，看看房子吧。那时候我没有车，我也没有想过说我需要车，我要买车，我没有这个念头。所以买房子考量的一个重要的点是要交通方便的，找交通方便的，搭车方便，那我就不需要有车啦。所以就找到我现在住的地方。它更棒的是，那个地方离教会大概只有600-700公尺而已。哇，那来教会实在是超级方便，对一个没有车的人来讲，来到教会太好了，太方便了。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特别的预备，他知道我的需求，甚至他给我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。然后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话，我觉得弟兄姐妹也很关照我，他们就会说，你来这个团契啊，就会主动的邀约。然后碰到肖医师他们夫妇，他们也很热忱的来招呼我。你看裴文姐，你看到她就是笑脸迎人，那个肖医师嘛，也都没，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医生的价值。什么事情，教会的大大小小事情，他什么也都愿意委身去做，就是觉得很感动。那有时候要聚会的时候啦，他们2个就是说我顺便来接你。那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顺便啊，不是人家是住在北温我在 Burnaby， 根本不是叫做顺便所以就觉得很感动，他们愿意这样的付出。来到教会，来到加拿大温哥华这边，当然对很多事情我也都不太了解，不太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提供很多的资源，很多的关心，像淑美姐啦，严长老夫妇啦，洪老师夫妇啦，肖医师夫妇他们，还有曾巴他们啦，他们也常常都给我很多的帮忙。当然要感谢的真的是说不完，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说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神的爱，感动了这么一大堆的天使围绕在你的身边来协助你、帮助你，所以真的是叫做感谢上帝。那我现在也看到我们教会不止这么多人愿意这样服侍，然后牧师来到我们这个教会，我就觉得更棒的。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大大小小的，每个人都这样的认真奉献，我也是非常的感动。那我们教会我就想一个问题，我们是以台语为主，当然台语有它的优势，那也有它的一些缺失。那因为语言的关系，或许有些人就觉得他比较不方便来到我们教会聚会。但是我在想这个问题也因为这样我们大部分就来自台湾，大部分的人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有一种人亲土地亲的那种感觉，有那种说不出的亲切感，甚至有时候你甚至也不用说，那彼此就懂了，就了解了。所以你不觉得吗？当听到台语的时候，你在外面在哪儿逛逛的时候，你听到有人说台语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种认同感，说要地啦，就是那种很亲切的感觉。那教会的每一个人都一直默默的奉献，为的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家，也希望我们这个属灵的家，大家一起努力的来打拼，每个人在品质方面的这个质方面能够提升，
然后内化成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特质，这样来吸引、来鼓励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同样可以享受到上帝的爱，同样的蒙受到上帝的喜乐与平安。谢谢。